因为有同款特殊的金属工艺，有着古典欧式氛围的城市概念店，特别甲台湾刀剑大师陈远峰合作。陈远峰大量吸取欧美刀剑制作的概念，将有着西方元素的作品放伫咧店内展出，将店内的风格完美搭配。自己的本业也是在做金属钣金，那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合作，就是说金属跟金属之间有怎样的一个碰撞。那陈远芳老师他本身是一个刀剑的工艺老师，那我们呢本身就是以设计跟艺术把它带进我们的 tableware。伫展出的作品当中，这支亚瑟王剑上吸引大家目光。原本只是西方的传说，透过故事内容的记载，佮加上高超的技术甲想象力，陈远峰成功将传说化为现实。亚瑟王这个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欧式建筑非常的像，它其实是用陈远芳老师是用台湾的工艺，然后去做出欧式西式的这样子一个尊贵的一个象征。那我们把这一把亚瑟王剑呢，它代表着尊贵，然后权力的一个象征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主位。那旁边还有尊贵的路易13。彰显着。这摆嘛特别甲知名艺术家王庭瑜合作，首度推出运用科技设计的拓荒牛，以 3D 列印技术制作而成，材料以不锈钢为主，完成了后搁镀上24K 金，打造散发金色光芒的金箔仔牛。无论是陈远峰的刀剑工艺，也是王庭瑜的金牛作品，拢互观赏的人看到金属创作的各种可能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